好来，乡亲啊，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洋流风台，恐惊会为花莲甲台东来登陆到台湾。这个拜三风雨会上大。讲这个风台第一个弄到位的县市，这个花莲或者是台东，这拜三嘿风台假的几率全台湾上悬。啊，讲即摆花莲县政府上担心的是马太安溪顶游的崩山湖，恐惊会崩去，已经做好着疏散甲撇烂的计划。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有绝美的景致，不过因为风台洋流要来啊，花莲县政府烦恼讲有变美的危机。一个是在这里，一个是在那里，两个架一系的点。提早到现场去会勘，花莲县政府已经只是由消防局拟定疏散甲避难的计划进行模拟甲演练。毕竟这个风台敢会增强，也唔知影。以这各个模拟的路线来看，洋流佫会继续调整伊的登陆点，花莲甲台东拢有可能。那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呢，会在13号的这一天，对我们整个台湾影响会是最大的时间点哦。它在这个时间可能会在13号的比较偏向是今中午的这一段哦，朝着我们的陆地前进之后呢，很快的在下午到傍晚这段期间就有可能脱离我们台湾的陆地。对台湾的影响，拜三恐惊是上个严重，民众关心的是敢会放风台假。目前的几率，东部上大，虽然是北部、甲中南部、甲离岛，这由各县市长去决定，是讲风台要到台湾进前，还阁面临考验。气象的迷众也有铺出风场图，洋流风台要来台湾，将会挑战强风切的区域。愈红的所在表示水滴的风切愈强，水滴也就是90度风切是关键站的风速，也是风向的差别，会破坏风台水滴的结构，和大空气有机会入来。使这个风台增强受到影响，也是减弱。所以讲，洋流来台湾进前，可能是中台，也有可能拄到风切的大魔王，变成轻度风台，也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风台未来动向甲强度，将成为敢会当放风台假的关键因素。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